这。走。趁着今天天气好，给上课搭个窝，省得天天跟我挤在蒙古包里臭的。冬天干点活真是不方便，这泥都冻住了。给上课砌了个火炕，正合适。戴上护目镜，安全生产。上毡子太费劲了，闹完天都黑了。给它垫厚点，这样它就不冷了。烟头也装好了，烧炕，把炕给它点上。今天上课就住新家了，还挺热乎。来，上课进来，咋样？这回它就暖和了。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小门，怎么样？这还有小门帘儿，喜欢吗？炕先烧着，我去看看我牛大骨头。没什么肉，我都没吃饱，给你吧。肉骨头汤下点面条，肯定特香。再来一勺骨头汤，这才香呢。来上课去吧。